来到我们日立冷气夏季月抽百万，7月100万得主的颁奖现场。一路走来，感谢所有参与活动、支持我们日立冷气的消费者们。在正式揭晓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用掌声邀请我们日立冷气蔡金海总经理上台为我们致辞。感谢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消费者对日立冷气的支持。日立长久以来一本初衷的坚持在地生产，创造在地的幸福，让我们全台湾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幸福温度，呼吸最好空气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日立冷气。找到好的对的状态，真的很重要。最重要是又让我得到这一年，哇，其实跟做梦一样。感谢日立冷气，日立冷气赞！日立冷气赞！